仔伫台南是有一个8岁的查甫囡仔有重度的身体障碍，传出伊长期互照顾服务员苦毒甲虐待，规身躯拢是伤痕。家长调厝内底的监视器，才知影讲，即个照顾服务员遮尔恶质，冒向市府申诉，也毋过是指控讲尾仔拢无消无息。社会局有强调讲，即个照顾服务员已经罚款9万块啊，而且嘛停业半冬。政府单位嘛已经介入调查，看监督的公务员敢有疏失。其家照护员将囡仔抱起来摄像壁，发出弄着声音，过程全互监视器翕到。台南市一个8岁有脑麻甲忧郁症的查甫囡仔，因为发展迟缓，佮无法度生活自理，家长透过社会局门下一位居家照护员来厝内照顾。因过最近发现囡仔身上有真侪所在乌青甲空喙，看监视器画面才知影是照护员苦毒的。是心痛又无助的那种感觉，还要自己去找出证据来提出申诉。但是社会局照理讲，应该这种依儿少权益来讲的话，他们应该知悉之后就要立刻通报。但是据我所了解，他们可能连通报都延迟。家长批评5月底要提出申诉，消费局长照中心迄当时看过画面，认定照护员行为失当，也毋过后续并无通报，也无协助就去验伤，一直到6月初5二度申诉。家防中心才提走画面，市府一直无主动说明甲协助，面对日公开质询。消费局表示，这名照护员违反《儿少法》，已经罚9万，各处停业处分。机构的照顾服务员，我们呢依照《儿少法》罚9万块的罚款。那第二个，针对这个照顾服务员服务的一个疏失呢，我们予以停业，最高会到达12个月。市府强调，涉案照护员依法裁处，相关会当处停业1年，政风处也会介入调查，监视有公务员处理不当的情形。那针对特约长照机构，将会无预警实地查核，那有异常状况，会当依规定扣减费用，还是记点严重者会终止契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